中华公路经过几啊届的大地震甲洪灾，是伤痕累累，嘛因为安尼封路封真侪冬。也毋过中华变道这几冬来，也是有真侪人坚守这位自修里的管制区内。像公路的保全，因为每一个管制时段要开放进前，拢会先沿路排除路障，确保无问题，才会开放通行。24小时轮班的中华变道行控中心的人员，嘛是时刻咧注意到天气甲边坡的变化，保障用路的安全。另外，带电的工程人员嘛是中华公路的无名英雄。当年921大地震，因毋那伫咧第一时间协助抢通公路，更加是当年固守里的山谷之间维持送电的稳定。这阵中华的守护者，平时有啥物工作任务，佮过着啥物款的生活咧？做伙来看因的故事。这条路有一个名称叫酿地之路，死伤了225人，一早一伏之间去垦出来。中断20几年，我们真的日盼夜盼，天远山区哪无这条路，根本就没有离山了。中横便道受921地震的一个影响，伤筋动骨了。我们是希望一条安全回家的路，山区道路建设方式一定要有新思维。天拍花光，海拔2000公尺的山透着森林的风。这阵中华的守护者，伫寒冷的天气来到公路，准备开始进步。拿对讲机。好，继续录了。公路保全柯庆良哥当日执行的任务，乘坐早船，伊必须要赶伫早起7点，中华变道开放通行进前，事先掌握路况，确保用路人行车安全。如果前一天晚上有下雨，有可能早班有碰到一些落石的状况，人力可以排除，那我们就会放行。如果人力不能排除，有可能这一班会违法。这里有落石，那像我们如果碰到这个落石的状况，那我们要大概会停在它的前方10到20公尺左右。像这个状况，如果我们碰到这个落石的状况，我们要第一个先监测一下边坡还有没有后续的动作。那我们在前方再去看一下，好，没有状况，那我们就把它清除。大细粒石头落伫路中，必须随清除。若搬无法的，就用另外一套标准定数处理。像这一颗石头，因为它落石的区域在护栏边，那没有暂时性的危险。那我们现在因为人力它无法搬动，搬不动，搬不动，所以那我们要通知行管室要派机械，小的山猫来这里清除。我们每天在通行这一条路，其实都很危险。有时候像我们这样出来巡视，然后 OK 了，路面的部分都处理好了，回程的时候，哎，突然又有石头，要处理一下。你们等一下不要靠近，因为它一定还会坠落石。那我们在清除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特别要注意听、注意看。拄着状况，保持冷静，详细观察，这是公路保全基本的能力。像这种它垂直面、它弹跳，我们有时候看都看不到，但是你可以听得到，它坠落会有撞击的声音。那你听到撞击的声音，你可能就要马上反应。如果说它是撞到这些草堆，你可能就有听到刷刷的声音。那你如果它是直接撞到石头，它这个撞击声就很响亮。除了熊熊落入来石头，公路保全嘛要加注意，定出现伫山块动物。我有碰过是山猪摔死，它在路中间，对不对？对，是。有时候就碰到这些动物呢，这个就长鬃山羊。没关系，它看到我们就会离开。对，嘿，你们真的
运气很好。目前全台总共17位中华便队公路保全，24小时坚守职位。德基，听到回答。收到，谢谢。现在16.3上游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就是通报他们，因为车队要出来，那我们就再继续往前开，然后等到大概我们要接近的时候，我们再找安全的地方停住。你有没有在工作的时候受伤过？有，在捡石的时候，刚好又有落石，就来不及闪，就被打到。这是那个缝合的那个位置，就对。这个位置，这样就好一阵子不能工作了。没有。对，还是继续工作。继续工作，缝好了，就是第二天就还一直走啊。开工的时，两个讲到工课心酸甲艰苦，总是简单讲过。0403花莲警局中华公路大规模崩塌，地震的同时，大量的落石讲到当日这片公路轻轨车辆，这台车驾驶都是两个因宝，伫惊险坎上我了解。翁仔某拢流下目屎。我们之前也有碰到，就是早上的部分还大家有说有效，进去不到10分钟，人就被砸死了。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家庭，也会想说，我要保护我的家庭，但是我也要把我的工作做好，也要保护这些用路人。头中道的时，上8台车辆差伫安静的结果。这是中华便道季节当中上无用的时阵。这是我们古关公路段的行车管制中心哈。那再来，这是我们整个中横便道的一个管制的一个大脑。那像这位同仁，他的业务就是主要是负责在行车通行的过程中，又或者是紧急事件中无线电的一个通报。习惯式呼叫，古关行路人员请回报路况。巡路人员回报还是巡路中？其实我们辖区负责的是160几公里的辖区，我们从东势0K 到大玉林110 K 都是我们。小从清水沟路灯亮不亮，大到做桥做隧道，我们都要处理。所以这是这个细节上很多不为人知的。无论是相关中心，也是灾害抢修的现场，总是会当看到伊的形影。42岁张祖敏已经伫公路局做18档。伊嘛是国关公务段有史以来上少年的段长。我进公路局的时候是在埔里公路段报道那一年就97年遇到新热克台风，刚到的时候就开始去看到一些土石流啊、路段啊，整个庐山北坡的灾害。我在105年有一次处理大屿岭路段的一个灾害。当初去的时候，一开始就我一个人，一路上在那一段路是连鸟都没有声音，就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就有树叶的声音。然后一路要走进去，走到边坡下面，看到整个边坡整个下来，大概3000平方公尺的边坡都下来了。紧张一定会有，害怕也会有，但是我不去，还有谁能去？遇到了就该处理，不然谁能处理？因为我们必须负责的是用路人的需求跟安全。面对未当预测的天灾，伊嘛必须冒着性命危险守护中环。这几年，公路局人员挑战新的手法，透过立体技术，连挂垂对称。这个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做的2个明隧道，2支明隧道在这个地方，这是我们路的位置，这是全尺寸的那个 on scale 的比例尺的一个模型，然后去了解说边坡到底是哪边是搬移，哪边是堆积，然后看到之后，我们发现，哪边的可能是堆积的比较剧烈的地方，它就下次可能崩塌的点。这台电脑是为了我们空拍机回来的画面可以做3D 的那个 UAV 建模，可以用无人机飞出来的照片去做一个地形模型建模就对了，而且可以到大概3-4公分等级的精度，那这样我们土木工程够用了。一套立体建模系统突破人力量测的限制，将超过3000张的空拍图透过电脑真实展现地形，精准分析边坡风险。也是因为这个建模出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知道更上边坡有没有什么2次灾的可能性，在施工当下有没有什么需要小心的地方。这个是我们边坡管理现在很重要的一环。我们不敢说处理事情或是做大工程是成就感，不要说无风无雨啊，是有灾无害没关系啦，就是不要伤到人就好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欣慰了。我是中华公路重要警备点的青山派出所，东北季921的警警，高达又还是以残破面貌见证无情的天灾。青翠山顶，大港酒地真奇的山岭。
算是每一个中华的守护者，拢会当平安退休。直升机升空，搭载着2名台电工程师往大甲溪上游飞去，为的是仔细查看严重受损的高压线路。921的时候，虎关坝的这个边坡整个都塌下来了，值班的人员几乎都受困。他用这个石头摆了个 SOS， 我们用直升机去搜寻的是搜寻到这个东西，然后呢再用直升机把它吊挂上来。准备上山换班的台电人员带着未来1周的粮食，搭上了直升机，往中横山区遭到断路围困的青山电厂出发。921对电厂来最严重是道路不通，那不管是对外的道路或是我们厂到各分厂的这个道路几乎都断了哈。所以呢，同仁进到电厂的时候就开始用走路进来。喂，大溪。伫台电服务超过20档，大家客发电厂的值班经理周建志交代有一日救治一地档，心惊大响的迄一枚。整个地是跳动的，然后摇晃的，就是这样 ，bang bang bang 一直 bang 的。握到天亮的时候，我们就出去看，整个是烟雾弥漫的，整个开关厂的开关设备全部都是已经都损坏。用尽了后，中环沿路严重崩塌，当时包括青山、国关甲天伦电厂，真侪人员掉伫内底，送风危急。完全没有东西好吃，我们是靠着我们的备粮，就每天都是吃煮稀饭配罐头，一直撑了1个礼拜。那一天我记得我出去的时候也是走出去到古关，回去我看到我还是小孩子，看到我就哭了。当时转台电力中心，台电天轮超过还未开关厂，因为工程严重损害。921之前呢是那一种直立式的那种 ACB 的开关设备，那921的时候呢，整片的开关厂全部倒塌哦，因为全部被摇坏了。其实我们台湾长距离的输电最重要的就是靠这个35 kV 的超高压来输送，所以呢，我们天轮呢刚好是南北输送的中心点。那中部这一边一断的话，那整个南北系统就解联了。所以呢，不管是南电也没有办法北送，北电也没有办法南送，哦，就被在这里就被中断掉了。地震了后的第一时间，为了抢修电力设备，台电人员冒险抢通公路。沿路拢是危险。地震之后，那地表就是说不稳定嘛，那经常会有落石，车子的车顶那装设弹簧床，那最主要就是要防落石，那也是保护同仁的那个安全这样子。那稳定供电嘛，关系到全台的民生需求甲国防安全。20多年来，台电人员就伫遮，因平常时负责什么款的任务呢？咱对这点中环的守护者做回去了解。你知道中横公路沿路的地底下有好几座的发电厂吗？为了增加水力发电的效率，像是这座青山电厂就位于地底的80公尺处的地方。想要抵达电厂，就必须透过这个5公里多的连通道才能抵达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大甲溪发电厂的一个青山分厂。那我们现在看得到的这个是我们发电机室厂房。那我们这边有4部机，那一部机有92000千瓦。那因为青山分厂本身它是一个完全密闭的地下室的一个电厂，排水系统、那照明系统跟这个空调系统呢，对一个厂的运作是最重要，而且是最关键的。平常时拢伫暗蒙蒙的电下电厂作业，必须伫公路来回走总。就伫中环日子，若无行，也得爱忍受孤单。这是德基电厂的宿舍各位看得到，这是我的床。我们标准配备就是一个床，一套卫浴设备，有一张桌子，因为我们德基海拔比较高，所以比较冷。各位看得到，我这床有一个比较不一样，我铺一个毛衣，为什么？底部稍微变暖和。那你怎么这么够注意，还带了一只这么大的毛鼠？因为这边除了椅子以外，我觉得比较没
没有一个空间可以去像说在沙发躺椅那么舒服，所以我就把猫熊带来当我的靠背，就让我躺在那床上去看平板啊的时候会更舒服。我这边值班是有24小时的，我们有一次是进来是1个礼拜，这个当然是山上嘛，所以就比较偏僻。同仁都知道说我们的工作条件就是这样，同仁很少有怨言的。在台电公司这样，服务了那么多年来哈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成就感了，非常有情感哈。不管是921或是7号水灾，那整个电厂的复旧所有的试运转都让我们经历过哈，真的是在人生上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。10年来，因对中华公路的守护甲陪伴，将现代员贯穿历史。虽然头前的路弯弯蹺蹺，中华的守护者永远唔惊风雨，坚定前进。